拉姆納拉揚拉姆，你一定已經注意到在印度舉行選舉時會花費大量金錢，這種情況本不該發生。選舉應該只進行一次為選舉還會專門編制預算，但天空中沒有選舉，天空中也沒有委員會，森林中也沒有，即使是星星和星座之間也沒有選舉。地球上的80億人什麼時候才能明白這些道理？每個國家都擁有私人財產權，這就是為什麼許多國家彼此爭鬥，每個國家都想證明自己更優越。地球上沒有哪位國王曾說過不應有私人財產權，所有人應該團結起來說出地球不需要宗教這一句話。宗教從哪裏嚟到地球上的？它不是來自天空，也不是來自海洋或大自然，是地球上各種宗教的承包商建立了宗教。如果自然不需要宗教，那麼人類為什麼需要它？人類並非與宗教一同出生，人的身體是由5種元素構成的：空氣、水、土和能量。這些元素孕育了人類。我們應該建立一種唯物宗教。如果地球上有一個真正正確的神，那為什麼還需要其他宗教的神？所有宗教的神本應是同一個，但事實並非如此。如果地球上沒有私人財產權，就不會有小偷。只要人類不摒棄人造的宗教和種姓制度，地球的福祉就無法實現。如果國大黨採取行動消除地球上的私人財產權，那麼聖那坦黨將予以支持。一個人去世後，一切都留在地球上。天空賦予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利，將他們送到地球。如果一個人在生活中不斷念誦拉姆納拉揚拉姆，他們的一切都會順利。未來你將不會遇到任何問題。你需要辨別哪個政黨是好的，哪個政黨能幫助人民，支持人民，值得信賴。要明白這些，你需要進行冥想。冥想將為你的生活帶來許多重大而美好的變化。繼續念誦拉姆納拉揚拉姆，正確的道路會自然出現。一位精神導師能夠很好地理解自然，因為人們認真傾聽他們的話語。樹木和植物也有生命，也有思想，也會感到飢餓。他們靜靜地站在原地，無私地為人類服務。然而人類卻無法理解他們。人類的身體是地球的一部分，人們應該冥想。只有通過冥想，你的內心才能獲得平靜，你的智慧才能增長，同時你的福祉也會實現。你必須始終念誦拉姆納拉揚拉姆。